人生的主力，咱个三个主题做成过，就是要邀请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天命问题真正大。 你有得到无？阿妹，感谢。当我每一遍唱这诗歌时阵，伊的歌词就常常感动我，互我真大安慰。日日应有春，毋是无够硬，是应搁有春。人的一生无法度讲完全顺利，你常常会拄着艰难，拄着困苦。总是这条诗歌甲咱讲，所有的艰难困苦要变做啥物？ 欢喜，阁是福气，所以这时若是你感觉你是陷落伫迄个艰难困苦，你毋好绝望。主要所讲，所有的艰难困苦就要变做你的祝福，你的欢喜。上重要是咱要有瓦靠，咱要有信心。所以咱咧这边用坚定信心，咱来唱这条诗歌。天命稳定真正大，斗业咱赢。你若斗业，必阁有春。 你唱一我。 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讲的话永远袂过去。咱这时要三甲安静，伫上帝面前，将咱一生来交托伫主。我心安静。 我
永远无放松啦。伊即时要邀请咱三个来吟充满我，充满我。今日咱要甲主耶稣三角来坐倒，咱要搁一边来笑脸去稳定，伊会听痛。求圣神即时就甲咱三角伫地。阿头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呼召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伫今仔日，阮搁一遍三角组织，我要甲主你三角来坐倒。主求你圣神即时充满着阮每一个兄弟的心，阮搁一遍来笑念主你对阮的听。我也将阮的罪恶，阮的一切摆伫主你的面头前，求主你就来洗清阮，互阮清气，互阮无下事。会当配得做主你的囝儿，求主的圣神即时就甲阮每一个兄弟伫地，赐予阮平安，赐予阮喜乐，将一切罪恶、一切惊吓、一切不义，拢来摕掉，互阮就单单来仰望主你，求主你的圣神即时就充满阮，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搁一遍来。